Minecraft Preview 262023加入硫磺史萊姆，可以放入鐵桶，大隻殺咗會變兩隻細，細隻冇辦法放方塊。正常硫磺史萊姆冇辦法放 TNT、地獄反應核、發光黑曜石，可以放機岩。放咗方塊之後，當波任打唔痛。舊版切石機、相機同埋功能性、技術性方塊都放唔到。可以用嚟飼養 Warden。最近 Data Miner 亦都喺最新版揾到硫磺維度嘅隱藏代碼同埋環境音效。Minecraft 可能要加入全新嘅硫磺世界。我哋先聽下個音檔。我在 YouTube 做影片，你啲規矩，咁我也是。我已經想好整段得罪吧，你並不會達到這好若不可。我只想告訴你我的快樂，若你快點訂閱我，並不打算放走你，並不打算陷害你，並不打算到處跑過嚟玩你，並不打算弄走你，並不打算說不見，並不打算說謊但告給你，說我們相識都不夠，你的心動了，但你害羞怕說出，裡面我們清楚片在播放，你啲規矩，咁我也是。如你問我態度怎樣，別說你是龍，聽不見，並不算放走你，並不算陷害你，並不算到處跑過嚟玩你，並不算弄走你，並不算說不見，並不算說謊但告給你，並不算放走你，並不算陷害你，並不算到處跑過嚟玩你，並不算弄走你，並不算說不見，並不算說謊但告給你。並不打算放，並不打算放，並不打算放，並不打算放。說我們相識都不夠，你的心動了，但你害羞怕說出，裡面我們清楚片在播放，你啲規矩，咁我也是。我只想告訴你我的快樂，若你快點訂閱我，並不算放走你，並不算陷害你，並不算到處跑過嚟玩你，並不算弄走你，並不算說不見，並不算說謊但告給你，並不算放走你，並不算陷害你，並不算到處跑過嚟玩你，並不算弄走你，並不算說不見，並不算說謊但告給你，並不算放走你，並不算陷害你，並不算到處跑過嚟玩你，並不算弄走你，並不算說不見，並不算說謊但告給你。